再来看，针对韩国梨泰院的意外，造成150来个人不幸过往。国内专家佮立委嘛出面呼吁讲，内政部应该爱针对这款无主办单位的大型活动，提出安全管理的办法。韩国梨泰院发生客死人的意外事件，引发国际关注。台湾过来嘛有跨年等等的活动，若是有主办单位，拢爱通报信息。不过法规却无针对无主办单位的群聚活动定出规范。有立委今日开记者会，认为爱定出指引，疏散人潮车潮。如果是突发性的这种人潮聚集，譬如说我们合欢山下雪了这是突发的。在几个主要的路口都会派人去做相关的管制。警政署表示，地方警察局大部分会掌握突发的事件，消防署嘛表示会哪做哪检讨现行规范。不过梨泰院案，韩国民众真不满，警方跟100多人警戒治安，而且无伫案发现场附近三心指责警方的声音。伫台湾，警察若拄到类似的代志，爱安全处理，对警察执行勤务有研究的人嘛提出看法。不应该是将警力一直往人群当中汇集，他需要的是要正确的引导民众前往他们该疏散的位置。那警察应该要做的事情，不是在现场堆叠警力增加群聚，而是要正确的排除事故。本身是基层环境的王润武认为，警察徛的位置比警力济少重要。另外，若是大型活动有主办单位，主办方应该请保全执行活动勤务。大型活动紧急救护协会理事长张国祥嘛建议，甲社区的力量加入通报，像人力救护队等等，参警方互相协助，拢是维护突发事件特殊的重要力量。记者点立开台北采访报道。